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7月12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2，家庭关系的体验与了解。我们要读诗篇104篇到105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105篇42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戴德生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神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让我们知道没有我们他也能成事。我们今天要透过这2篇的经文一起我们来探索我们这位神。哇，他除了有创意之外，他还有大能力我们看到今天104篇这大地怎么样子有这么奇妙在暑假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这外面走一走经过3年的疫情，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大自然真的是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发现这大自然的奥秘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特别生态学家物理学家也一样，其实他们发现这个上帝的创造你不研究则已你一研究，你大概很难说这个世界是突然变成这样的，因为这世界太美好了，而且它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就是白天晚上白天晚上，春夏秋冬，一点都不会骗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期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不会去祈求说，主明天天要亮明天太阳要从东边出来主拜托你，求求你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因为不管你怎么求它还是会起来。你也不能求太阳不要出来顶多下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我们从他的创造中，我们真是知道他的伟大，我们敬畏之外，我们更感受到那个大自然在神手中的是有慈爱跟大能，有巧妙的运行我们从我们每一次种植物种下去长出来的东西，可以喂养这么多人，我们真的是感恩不尽。因为牧师曾有一位算是同学啦是一起我们台儿族的同学，他非常优秀非常优秀是读新竹的，都是读第一的新竹中学、清华大学，但是他非常谦卑他读神学的时候，他觉得当一个牧师应该要学社工，他就重新再读大学，然后他好好读哲学，非常优秀各方面。但他现在在深山里面种从地上长出来的，而且他常常 po 在他的 FB 上，让人去认识到他所在的山上天空的这个景色。虽然我常常说他虽然没有在教会当传道，但透过他种出来的东西，透过他在山上所照出来的照片，那个影响真正的也在传道很奇妙的是，这位神他真的造天地，而且他让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生来歌唱，来赞美我们的神。特别在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世世代代真的是世世代代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我们这一个世代的这边我们一个人才顶多100岁好不好？你真的是不能明白上一代的人，前3代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到今天这一代竟然没有跟亲戚朋友联络
就只有这一代，就只有这一家。那我们就发现说啊，从赖永祥，我们知道赖永祥教授他对台湾近代史的研究，发现我的朋友这一家人竟然是在台湾马街很早一进来，在他那个地区是第一个接受主耶稣的，而他本身就是在当地最有名望的村长。那个村长他有能力大到几乎整个村都是他的，都是他的地，他还可以把地给当时候的算是大家所敬仰的捐给他。虽然这个地后来真的是成为庙啊，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却容许他的后代因着争家产，一样在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照护庇荫之下，家大业大，但信仰却在这个家族里面变样走形。到了第3代，竟然是可以把我的这个朋友的家人赶出去，是长子以至于这个长子出去的时候没有带任何东西，夫妇2个被赶出去，而所有的家大业大都是下面的弟弟妹妹承接。我这个朋友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他实在很难以理解到底上几代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今天所面对这样的情况，而他的阿公阿嬷也不能理解。但正因为诗篇，特别是他阿嬷原来不是基督徒，特别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看到这个情况，他不敢信基督教但后来他真的被上帝的爱所感动，就是从诗篇。他发生自己的原生家庭，发现他嫁过来的婆家这种扭曲的情况，但他却是透过诗篇里面，哇，他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输他了亚伯拉罕的家庭的纠纷，我们看到105篇雅各，然后约瑟所遇到的事，再来摩西，我们看到105篇，真的是我们发现这世世代代之间，透过以色列的这些历史，真知道这位上帝没有松手，即便他们遇到很多事，雅各离开他的家乡来到埃及，神仍然使他们生养众多，在105篇24节，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26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出他的神迹。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了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市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蚁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他们所有的菜蔬。更严重的是，在最后他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头生的。这一切的一切，是这位神
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出来时，埃及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这位神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就有鹰吞飞来，并且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绑住。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感谢主！所以这都因他这一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都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哎呀，感谢赞美主！我的这位朋友的阿嬷，真的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重新的在经历他在原生家庭以及在他婆家所经历的。最后他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主你是信子，我们不用担心主你会反复无常。我知道你现在爱我，你就爱到底，即便我跌倒了，即便旁边的人都扑倒了，即便他们用诡计害我，我都知道主你是信实，你是唯一我所可靠的。诗篇带领了这个阿嬷，一个不认识字但非常聪明的，甚至到最后他成为一个执事，最后他原谅是家族对他的一切恶毒。他的小叔要过世之前到他的面前，请大嫂原谅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这一位神。正如今天我们读的诗篇，记载着以色列的历史，作者从列祖到旷野漂流的时代，数算神的恩典和作为。身为真以色列的基督徒，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有没有像诗人一样为神的作为而感恩呢？好不好？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次读这2篇的诗篇。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我们有需要被矫正的，我们可以重现。神重新让我们有新的眼光看我们过去的人，在家族里的，我们都将这些苦毒交在神手中。神要转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资源，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个回收的能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用这大地再一次告诉我们你是信实，你也透过历史历代的这些诗篇的诗人、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前辈，他们所经历的，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可靠，因着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因着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全心信靠你，我们是有福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叶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专心来依靠我们的神，我们是幸福的哦。我们明天见。